嗨，都干嘛呢？不就输场比赛吗？又不是死。是，成王败寇，技不如人，还能说什么？我看啊，还是算了吧。上届第3名把他们打成这样，想拿冠军啊，没戏。可拉，你满意了？我们输了。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。放弃了？那你还有什么办法？办法倒是有一个，可是我怕你们吃不了苦啊。只要能让我们赢，我们什么苦都吃。好，话是你们自己说的，等比赛赢了以后，答应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没问题。既然你们廖老师把你们交给我了，现在听好了，原地趴下，俯卧撑，每人200个。什么？200个？就你话多对不对？不做400啊！来，看看他们，谁不做就给我罚，谁做的不标准也给我罚。1、2、3、4、5、4、3、2、1。好了，这样就不行了。还想当男子汉，还想赢是不是？就你不起来，是不是？快起来！看好了，那边的灯塔，从现在跑过去，30分钟之后回来。去。不是吧？这跟篮球有什么关系啊？就你们俩话多是不是？快跑啊！快跑！快收组！来，同来，来吃个饭，来，垫一点，上上去。你看啊，好，服务员。哎，廖老师，今天又带这么多人招呼生宴啊，你看老规矩，这里这么多人啊，有一个算一个，每人1碗面，多面不要肉。廖老师，就面条啊？你们刚做完剧烈运动，多吃点热汤面对身体好，吃大鱼大肉伤胃。廖老师，我们都赢了比赛了，你就请我们吃这些呀？是啊，你也太抠了吧！就是啊，廖老师，你就初回血了。可以，没问题。老板，把你们这儿最好的菜都给我上来。起来了，廖老师。再来10瓶可乐。喝什么可乐呀？啤酒。写了，写了，写了。盖儿呢？哎，干嘛？再来一瓶嘛，有奖的嘛。喝酒啊！来。啊，好了，今天该吃的都吃了，该喝的也喝了，散了吧。廖老师，我们走了。谢谢老师。再见。同学们再见。哎，等等，明天上课不许迟到啊！